你知道嗎？永遠唔好呃一個對你好嘅人，因為佢未必對每個人都咁好。永遠唔好辜負一顆真心對待你嘅心，因為嗰顆心一旦涼咗就好難被撼熱。人與人之間唔可以攞嚟利用，就係善良欺騙，就係感情。有樣嘢唔可以攞嚟玩，就係信任。如果你正在經歷關係中嘅傷痛、內疚或者失落，請允許自己停下來，讓溫柔嘅能量流入你嘅心裏面，療癒嗰啲被誤解、被忽視、被辜負嘅角落。現在深呼吸，將個手輕輕放喺心口。我值得以真誠對待，亦都值得以真誠回應世界。呢一個就係靈氣嘅第一步，從尊重自己開始，再以清澈嘅愛流向他人。我是李光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祝福大家，各位大家關注我，越來越幸福，真誠回應世界，默念我值得真誠對待，亦都願意